太子宫主委换人了，现在中华民国111年了，可能110年换的还是还是更早。吃素啦，现在提倡吃素啦。民国91年的文宣。在曾文溪的这个西畔道路北边呢，堤防道路北边呢。做市议会的议长，县议会、市议会啊。做议长，是他吗？市议会议长。蔡登勇议员，市议员蔡议会议员的爸爸了。蔡议会市议员的父亲呢。奇怪，怎么都会跳走啊？民国91年，麻豆代天府武王庙的文宣。现在111年，2022年了。台南女子技术学院，台南家专
变台南女子技术学院啊，现在可能是台南科技大学了。91年是台南女子技术学院。你看台南家专变了，到现在民国111年了，20年后了，台南科技大学了，可以搜寻。吃素了啦，要吃素了，防新冠肺炎呢。素食环保救地球了。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，新冠肺炎疫苗也不是啦，病毒了，新冠肺炎的病毒了，会依附在动物性脂肪而存在的，所以最好就是要吃素啊，吃素啊，素食环保救地球啦。这个影像怎么反了呢？影像怎么会反呢？奇怪，是真奇怪啊！是这样拍呀，怎么影像会反了呢？就像这样拍呀，怎么影像会反呢？吃素了，要吃素啊！吃素了，要吃素了。第一名爱情暴力倾向，第一名是天蝎座了，毒蝎哦，毒蝎哦，爱情暴力第一名。爱情暴力倾向第一名。
天蝎座，独裁的爱情暴力倾向，第一名。原来爱情暴力倾向第一名是天蝎座了。有可能。吃素了，要吃素了。诺丽果汁说消除甲状腺肿大嘞，甲状腺肿大嘞，诺丽果汁真的那么有效啊？有喝过，可以喝。要吃素了啦，要吃素了。黄新冠肺炎还可以帮助环保救地球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官员 WHO 官员说，新冠肺炎的病毒要依附在动物性脂肪才能存活，所以要吃素了，防新冠肺炎呢。111年了嘞，你看5年了，虎虎生风。
87+24，你看111年了，公元2022年了，111年了呢。
看尾牙，农历12月16日，福德正盛千秋，土地公的圣诞日，尾牙。至圣孔子先师圣诞上面最左边那一行，农历8月27日，国历9月28。来看农历2月19，观世音菩萨活乘是圣诞日，是农历2月19。9月19是出家，9月19出家。6月19是得道，6月19是得道啊。纪念里面6月19日，观世音菩萨得道纪念。素食的也可以喝的，你看。有个树，你看，吃素啦，素食，吃素啊，环保救地球，素食环保救地球啦，素食环保救地球，素食还增强免疫力，对抗新冠肺炎。